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号。这一期啊，咱们聊一聊广西亮正节。什么叫广西亮正节呢？想必大家也知道了啊。7月22号啊，广西防城港市江山镇一条狭窄乡村道路上，一场普通的会车纠纷呢，演变为引发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网友叫吹鸡平头哥驾车与一辆黑色奔驰车相遇。尽管已主动靠边避让，奔驰车上一名女子仍要求其倒车让道，遭拒绝后，该女子亮出一本封面标注行政执法字样的红色证件，威胁道：“要不然我就拿证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她当场精准报出网友的家庭住址与姓氏，引发对其滥用公职权力、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的强烈质疑。具体的情况我在网上搜到了这个原始的这个视频。当时这两辆车会车的时候一个情况，然后双方的争执，大家看视频要不然我就拿证了吗？你拿证怎么样了？主播正在路上正常行驶着，突然前方迎面过来了一辆黑色奔驰车，眼看着前车越来越近。主播作为一个文明司机，肯定是先主动靠边的，奈何轮胎都快蹭到路边杂草了，心想兄弟，你稍微也挪挪。然而对方车辆稳如泰山，纹丝不动。佢攔喺路中間嗰度，我已經開咗旁邊啦，佢仲冇開旁邊。佢咪讓我咪讓佢，我已經到路中間啦，路邊啦。这時車上下來一名男子朝主播走來了。去邊頭？跟咩附近？南嘅？我都冇講呢。咁要冇咩好講啦？由于沟通失效，男子回到车窗旁，车上女子把手机给男子看。給我發爛渣。随后车上的女子持着神秘证件登场了。我想從旁邊下。你說什麼？我說我想從旁邊下，你那裡讓一下我就能過了。怎麼讓？你看我這個輪胎我都到旁邊去了。要不然你就往後推一下。要不然我就拿證了嗎？你拿證怎麼樣咯？那不然報警吧。你報警有什麼用咯？拿證嚇我啊？拿證正好大晒咩？我咪嚟個。我你3歲有咩作用？你啲咩罪都沒有用。你攞個證出嚟做咩啊？攞個證出嚟嚇我咯。咩證啊？唔知咩閪證，同我打開，而當官嘅好大晒喎。佢話報警，報警咪報警咯。哇！佢一下就可以查到我身份啦喎，有啲嘢嘅喎。你點知啊？佢知我係前面嘅，又知我係姓嘅。多謝喎！一個大家都過得了咪冇？我發個睇過咗。唔使成日先黑人伙計啊！我你又嚇咩陳人？你我大家讓一讓咪過了咯。我你有冇識你咩？我冇入上你呢咯。識我天價咯。咁咪係咯。咪有份證大晒咩？你嗰份鐘係有咩陳咧？大家讓一邊咪得咯，係嘛？这个是白车那个行车记录仪调出来的视频。我看了一下这个，他这视频没有经过剪辑事后
这个白车的车主啊，随后向警方以及12345热线投诉，但是没有得到处理。事件经过啊，经媒体曝光后啊，迅速发酵，引起网友的关注。但是啊，这个防城港当地政府啊，叫一错再错。7月31号晚上10点，防城港市公安局江山边境派出所民警一行5人突访网友父母家中啊，就这个白色的奔驰车啊，车主啊，这个车主不在家啊，但是他们家也有监控视频，把这一幕啊都拍下来了。这个网上也很多这样的视频啊。然后这个警方啊就通过电话施压，要求网友啊，也就是这个白色车的车主删除所有相关视频以及评论，并公开向奔驰车女司机道歉。这个民警在电话中啊称其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但是具体的违反了哪一条，他也没说。该名网友母亲啊是一名患高血压的农村妇女，因深夜被强关手电照射，多人敲门而受惊吓。然后昨天，也就是8月1号啊，这个网友啊估计是气不过，然后在网上发布一则充满反讽意味的道歉视频，称向尊贵的梅赛德斯奔驰车主道歉，即使不知你是谁，不该挡你的路，即使我后方有车也该倒车，不该曝光你用我住址威胁的视频，并提及民警深夜上门致母亲受惊及此前报案未被受理的遭遇。该视频发布后不久又被删除啊，这个网友就怀疑，就是他是不是遭到了2次施压。这个事情在网上一发酵啊，然后现在舆论啊就高度关注，网友就称这个奔驰车的那个女司机啊叫亮正杰，或者叫郑建霞。这个我来谈谈我对这事的一个看法啊。我是专门啊找了这个原始视频，仔细的看了一下整个事件啊，实际上有这么几个地方是有问题的啊。第一个就是涉事女子啊，仅凭车牌秒查公民隐私信息，就是在车上啊拿手机查了一下，马上就能爆出这个白车的这个车主的信息、家庭住址、电话。大家就怀疑啊，他是通过什么查的呢？有人说是不是通过什么警务通系统啊等等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重要的，就是说通过你的车牌查到车主电话、车主姓名，然后车主的这个家庭住址，是让人很恶心啊。这个是公民的隐私权，但是啊，毕竟对吧？咱们现实情况是，我们的电话、我们的姓名、我们的信息，对吧？你买了啥？你的住址在哪儿？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不要说这个官府了，你就连骗子都知道，诈骗犯对我们的了解比我们的清楚，对吧？各种 APP 在后面偷偷搜集我们的信息、隐私，然后到处卖钱。所以相比较而言啊，通过你的车牌知道你的家庭住址、你的名字，这不是什么大事啊。虽然这个侵犯隐私，但毕竟连骗子都已经知道了。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第一个是这个奔驰车这个女司机啊，说你要不退，我就要亮正，这个相当霸气啊，盛气凌人呢。霸气的背后啊，实际上透的是愚蠢。那就是咱们要理解啊，就是事情一旦反常，就是皮裤套棉裤啊，必有缘故，对吧？我们要合情合理的设想一下，只要是个正常的人，是哪怕你是官府的啊，你要是正常的人，不至于一言不合就说我要亮正。它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反映一个要么就是像你比如广西啊、防城港这个边境啊，就这些地方，就我们要想象一下，这地方叫黄泉不下乡啊，就是文明啊到不到的地方，恐怕这些干部啊平时都嚣张惯了，人家就是这个作风，对吧？不行就亮正，亮正就像那种亮剑嘛，不行就亮剑。有网友就说了，那人家有可能是执行公务呢，但是啊，从这个视频来看啊，他那车上还有一个小孩，所以你带这个小孩执行公务，显然这个不符合逻辑啊。而且执行公务一般的是需要2个人亮正，就是你一个人亮正的不行，所以应该排除啊他在执行公务，为这么点事他叫亮正，这是个别现象还是这个当地的一个普遍现象？这是我关心的，就是个别的奇葩的这个干部，那哪儿都有，很正常啊。但是是不是意味着当地都是这样？一言不合就亮剑，对你们这些刁民，对吧？那只能这样。从后面啊，那个当地派出所的处理，对吧？这个派出所未调查女子身份，却迅速为奔驰车主维权，对吧？打电话上门要求这个网友删视频，完了之后网友不在家，人家因为这个网友恐怕不他身份证地址啊和他居住的地方不是一个地方，那派出所民警还给他打电话威胁他说他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至于哪一条你不用管，反
反正你是犯法了，也就是随时可以收拾你。从这个，你如果把它串起来看，就是我高度怀疑当地恐怕这个干部的作风就是这样，也就是这个公权力啊，就是这么滥用。我是高度怀疑啊，要不然，对吧？如果孤立的就是一个亮证事件或者亮件，这个你要碰到也不新鲜，尤其是像这些边远地区啊。对吧？欠发达地区，但是你看看后面的这个派出所的做法啊，这是我觉得比较关注的啊，这是重点。但是考虑到啊，这个咱们以前网上出现好多事情，就是光说开车啊，我记得有一年是国庆节吧，前年吧，是在哪儿？也是一个奔驰车跟一个那个什么奇瑞轿车，一个老太太开的，我有印象啊，因为我做过这个节目，聊过好几期。那个老太太也是个网红，然后他们在那个进收费站的时候啊，两人并线的时候发生矛盾，然后这个事情就搞到网上去了。我们作为网友第一时间看到的视频是什么？也是那个奔驰车司机啊，疯狂的猛击那个奇瑞车的引擎盖子，也不是猛击，就是摁。然后这个网友就开始一边倒的攻击那个也是奔驰车啊，商务车。后来翻车了，大家还记得这事吧？我记得是去年青岛吧，那个一个女的开车也是跟那男的，对吧？那大姐是逆行，人家是正常行驶，她要那个男的也是让他，结果男的不让他，这个大姐暴怒下来，这个猛击那个男司机。十几下吧，结果后来也翻车了。所以我们吃一堑长一智，作为吃瓜群众啊，对吧？不能跟着别人把视频一亮啊，你就马上就暴怒。所以我根据这个白车司机公布的这个视频啊，以及这个事情的发酵这个过程啊，我认为这个事情，这个奔驰车女司机她亮证，包括后面的派出所的处理，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我们都开过车，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开车，或者就是你经常开那些路窄的车啊，基本上就是一辆车通过这种地方。经常会车，其实大家的心里都有数啊。如果不是这个女的亮证的话，大家记住了啊，听明白。如果这个女司机啊，她开着奔驰，如果她没说要亮证，她要求这个白车司机往后退，我是支持这个女司机的，因为通过这个白车司机拍的视频啊，这个奔驰车它后面是没法退。你要经常开这个乡间小路，你应该知道，说不定这个白车后面啊，它有空地方，就是它有错车的地方，所以这个女司机要求你往后退一退啊，我觉得这没毛病啊。但是也有人会说啊，你这女司机你往右靠一靠，这个就跟开车习惯跟这个对吧一些个人的这个行为有关系了啊。我们通过这视频可以看到啊，这个白车的右边呢是草地，那个奔驰车的右边呢是那个土的，对吧？是有泥巴。实际上那个奔驰车右边还有那个余地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老有那个摩托车啊从旁边过嘛，只能说这个女司机比较菜，合理的怀疑啊，这个白车后面呢应该有空地方，所以这个女司机说你往后。我们再分析一下啊，如果这个白车后面没有空地方，也是特别窄，对吧？你要推个1公里才能有空地方，那奔驰车也等不及啊，你这慢慢推到什么时候啊？所以我怀疑啊，他白车后面应该是有错车的地方，所以女司机说你往后退，对吧？我这就过去了。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啊？问题就出在这个女司机亮证要亮件，飞扬跋扈，这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说地方政府叫一错再错呢？根据这个白车司机说法啊，他说截至8月1号，这个白车司机透露啊，奔驰车主已通过村委会向其家人施压，要求别再发酵事件。防城港市公安局仍未就事件定性发生，仅表示调查中。不过，这个广西防城港市公安局边境管理支队发布情况通报啊，说8月1日上午，有网民及媒体发布视频，称会车遇奔驰女司机亮证逼迫让路，派出所民警上门要求删帖道歉。公安机关已密切关注有关情况，现已成立工作组展开调查。感谢舆论和公众对我们执勤执法工作的监督啊！这个事情啊，首先对吧，你要调查，就是要公布啊，向公众公布这个女司机到底是公务员还是非公务员，对吧？她亮证亮的是什么证？如果她是非公务员，那他亮的证十有八九是这个假冒的，那他这问题就大了，还得要抓他。如果他是公务员，那这个恐怕啊，轻则是这个叫什么记过，重则恐怕这公务员也干不成
了。这个工作组最应该调查清楚的是谁让派出所的人，对吧？5个人上门执法的，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啊！明明是这个女司机不对，结果他反过来还要求，对吧？人家删帖，而且还要求这个白车司机向那个奔驰车司机道歉，完了之后还说你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也不是咱们吐槽这些，对吧？这就边远地区啊，欠发达地区，你说就一个普通的交通纠纷，他能深深的给你处理成公共权力的信任危机，这个只能说是叫一蠢再蠢了，一错再错。我记得那个青岛的那个纠纷，对吧？还有这个前面的叫什么，那也是奔驰车啊，虽然传言非常多，但是政府在这个介入处理过程中啊，似乎问题不大，对吧？都是2个司机的问题，结果你说这个广西繁城港这个好吗？本来是2个司机的问题，深深给他处理成什么？是公众对这个公共权力的信任的问题，演变成大家对这个就是公民隐私的保护啊、执法规范呐，以及特权的监督，对吧？这些深层次问题，这个只能反映出不同的这个施政水平。说到广西咱们还得多说2句。就在昨天这个2025年8月1号，这广西钦州至灵山1级公路叫九龙收费站发生村民围堵事件。为什么村民围堵这个收费站呢？是因为就这个叫九龙收费站叫超期收费，以及区别对待这个当地的居民，所以引起这个当地居民的不满，当地的村民采取围堵行动，导致收费站前后数公里道路拥堵。经查该收费站原定收费期限就是本来是收费截止到2024年4月7号后面就不收费了，但是说经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特批，收费期限延长到2025年4月7号。为什么要延长收费呢？这个大家都懂，对吧？没钱嘛，或者当时修这个路攒的这个花的钱到现在还没收齐呢。那2025年4月7号截止，对不对？结果说到2025年8月1号事件发生的时候，该收费站仍在继续坚持收费，又超了四个月。这后面4个月可是没有文件支持的。最蹊跷的是延长收费期间对附近部分居民收费，而相邻村庄居民可凭身份证免费通行。该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最新消息现场已处置完毕，具体处理结果有待官方通报。我为什么把这事也聊一下呢？这都是广西实际上说来说去都是钱的问题，地方财政缺钱。当然了，你也可以说那地方为什么缺钱呢？跟地方政府的这个施政能力，对吧？这跟那个官员的素质、公务员的能力、公务员素质都有关系，这没错江浙沪咬珠三角，对吧？这种事情就少一点，当然也不是那么绝对毕竟这个杭州干让这个杭州的居民喝了一回有味道的自来水，有颜色的自来水，对吧？有滋味的自来水，这不是刚过吗？对吧？所以说万事不能绝对，但是你要相比较而言，这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发达的地方，施政水平还是要稍微高一点。广西地方财政非常缺钱，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能不能想象一下，它缺钱到什么程度我没有数据对吧？咱们的特点就是没有数据，我们只是根据这个媒体报道来分析推测。我记得前年还是什么时候广西南宁公安局还是广西自治区的公安厅欠电费，把它电给停了，这个媒体报道的你就知道缺钱缺到什么程度。最近网上也在传广西柳州以前
前也是个重工业基地啊，柳州的这个制造业啊，就过去那是非常厉害的。但是现在你看看啊，为了给柳州化债，南宁这个自治区政府啊，也是想尽一切办法，对吧？我看有报道，这个柳州不是修了个轻轨吧，说修了7、8年了，还断在那儿。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公路啊，它不是高速公路，它是1级公路啊，对吧？延长收费再延长，你就知道它缺钱缺到什么程度。大家都知道啊，地方政府主要是靠卖地。你说广西那地方地卖给谁呢？搞工业、搞产业，你有什么产业？现在产业要么就是新能源，要么就是芯片，要么就是人工智能，对吧？这些它都不沾边。如果我们把这事情结合起来说啊，地方政府缺钱，跟这个地方这个干部，对吧？这个施政能力、个人素质都有关系。那现在是越缺钱，那他们恐怕就素质越差，施政能力就差，越差就导致经济越差，就是恶性循环了。所以像这些地方，作为年轻人啊，少去为妙。这些地方的年轻人呢，最好是早点离开啊，对吧？去这个长三角啊，对吧？去那儿打工。这些欠发达地区啊，至少暂时看不到有什么前途啊，也看不到什么机会。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原因啊，导致这些地方它的发展不是说跟长三角、珠三角差距越来越小，而是差距会越来越大。就我是难以想象啊，就为这点小事啊，就会车它能亮证啊，加上这个后面派出所的处理，那只能说明这个地方风气就是这样，对吧？在他们眼里，官儿就是官儿，官儿不是为你服务的啊，官是老爷，是专门管你们这些刁民的，穷山恶水出刁民啊！所以说没有那么多废话，直接亮证。就问你怕不怕？没想到的是，他这回亮证遇到了一个刺头。我们还是看这个当地政府怎么处理这事吧。如果能把这个奔驰这个女司机的官衣给他扒了，因为他不适合啊为人民服务，能处理到这个程度啊，我认为才能挽回一点啊民心，才能这个对公信力啊做出一些修补和完善。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